台北市教育局今日举办教育关怀奖的颁奖典礼，对国小到高中有40个学生得奖，表扬因面对困难依然是真坚强、真打拼。有时皮肤的颜色甚至是别人拿来揶揄的梗，他们说的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，让我感觉难道原住民真的很不好吗？保护者会无优先的语言拍倒，黄朱瑞涵用舞蹈加体育表现证明家己。另外一个学生刘子文经历爸母离婚、妈妈着监的打击，坚强度过困境。现主时伫师长的陪伴之下，讲出伊的自信。现在的我懂得如何用欣喜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幸福。我也变得越来越独立，越来越开朗，也变得更有自信。未来的我一样会继续努力，把自己练得更好。无互难关打败，犹原正向面对人生。总共40个学生得到台北市教育关怀奖，每一个学生拢有无同的状况。初次颁奖典礼顶悬，嘛看会到对台湾需求的注重。台北市教育局局长詹灿金表示，这届颁奖典礼有3个强项。我们期待我们的教育是要往共融，这个融入的融，共融呢，另外一个融就是互相尊重、互相容忍。第3个共融就是要分享那个荣耀。教育局特别出专册，小解台北市伫学习支持、心理关怀、特教共用的努力，望接调更较侪学生。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。